台湾创所秋金伫即阵先肯定市府完成假厝寮抽水站往麻道道路的拓宽工程，成为南科上班族真好的替代道路。接续着针对宝西桥1000万的拓宽进度，北门往南昆新的清水公园立即立美化，以及拥有文化历史的将军飞沙仑公园立即工程，需要1500万来打造特色悠久等需求。已向市府团队争取经费。你找这个人情地貌其实水的公园很少啦。你要看伊头前有老人活动，后面的后山有一个面积又大，所以我嘛希望市长去好啊，对这个公园好啊用心哦。第二层的经费，当然我们公所有在努力中，可是就是经费什么时候到会不知道啦。第一期已经完成了，第二期相关阶段其实一作也非常关心，大概有办理过2次的一个相关的会刊了。那可能我们逐步来，刚刚一作的建议，我们逐步来做一个处理。那首先看是不是说就现有的大概比较侧翼的地方，能做一些相关的一个体健设施，先来做一个处理。飞沙仑公园，迄个地对不对？啊，讲迄个所在较好的所在，会当互老人多休息。所以就转来市长转来是交代要精心的第一期已经完成啊，啊第2期有哪甲有叫含区公所会做共同来做。另外，市长黄伟哲任内伫10月行政区拢设立国民运动中心，不过独到大北门区拢无。呼议员创所求紧找地积极争取。对此，市长黄伟哲回应：年底进前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台南新闻，军职张硕维采访报道。